这是一个朋友老家70多岁的老母要儿子，一定得给他买一根竹子扁担。去城里又待不习惯，还是要回老家种地。种了几10年的地，一下子不种，还真的不习惯。年暮随一方，依然在奔走，简单的幸福也成为奢求。心的压力就像是把枷锁，没人能明白心底的脆弱。如果说人生能重新来过，是否能走出万千爱和忧？人到中年，还在磨自